今日想同大家講下 Emma Watson 嘅命盤。咁 Emma Watson 就係飾演妙麗啦，喺呢個 Harry Potter 入邊。咁最近佢都唔係最近嘅嚇，即係2個月之前啦。同一個羅琳有少少即係隔空對罵啦嚇。又唔係對罵嚇，佢應該係佢俾阿羅琳咁樣鬧。又係，但係即係當中嘅恩怨情仇就源自於佢喺呢個2022年嘅時候有一啲關於性別認同嘅言論啦，觀點有啲唔同，當中係有一啲即係隔空嘅即係又唔係對罵嘅一個邀韻啫，有少少當中亦都好多爭議啦咁樣。但係今日就主力唔係想講呢樣嘢，想透過佢呢個命盤咧，講一啲星啦咁樣。望一個命盤一個起手式，我相信大家第一件事都會望咗命宮先㗎啦，因為你知道命宮就係主要係嗰個人嘅素質啊嘛咁我哋中州派紫微斗數就本對合倫啦咁對宮都要望嘅咁樣，即係神術就本對，咁望完命宮就望遷移宮。不過今日咧就主力唔係想講佢命宮，係想佢講佢嘅事業宮。OK，佢事業宮咧如果坊間一般嘅睇法就可能會睇正曜啦，而其實我自己都會嘅望咗武曲天上破軍咁樣事業宮就呢度啦對宮都要望嘅夫妻宮呢度。OK， 本對合倫，兩邊都要去參照啦。坊間叫呢個三方四正，我哋就會改一改叫咗做本對合倫嘅因為我哋覺得咁樣係比較上係準確啲嘅咁樣。你見到佢事業宮破軍即係詳細就唔係會喺今日條片度講啦。但係咧，你望到佢嘅夫妻宮，即係事業宮對宮咧跟住有一星叫做即係我覺得幾特別值得留意嘅，就係天巫。OK，學斗數嗰度好嘅就係咧，你望個字咧，其實你都知佢講乜嘅天巫就係巫師現代就冇巫師啦。當然你都可以計牧師神父嗰類都係巫師嘅，因為巫師即係嗰個定義可以話係一個媒介啦，即係人同天中間嘅中介人即係紫微斗數佢冇話一個宗教嘅即係佢話係呢個神就呢個神嘅啦。佢比較上係包容性啲嘅當然道家佢會可能會用紫微斗數嗰度會有啲淵源啦。但係以我哋實戰角度啦，你任何咩宗教咧，其實天巫呢粒星咧都包嘅。當然佢佢係巫師嚟噶嘛佢係一個叫做 Harry Potter 入邊飾演巫師嘛。呢個其實都計嘅，因為我哋事業宮咧係會即係包含一啲叫做事業狀況。呢個係佢特色嚟噶嘛佢係即係好細個就已經係一個巫師嘅角色。佢個事業宮就真係有粒巫師一個天巫嘅星。天巫除咗一個巫師之外咧，亦都可以係中介物啦。所以一啲叫做媒體媒介都可以一個顯示性。亦都可以反映中間人嘅但係佢就好似唔係好關事啦。但係你見到佢呢一格係天巫啊嘛，係咪？而佢喺2022年咧，佢就係有一個言論即係你可以上網睇翻嗰個一個頒獎禮上邊咧，佢就話即係佢係暗諷呢一個呢個羅琳啦。亦都係話自己係一個witch 啦嗰個即係 subcontext 即係背後佢講嗰個意思就係一啲佢係一個平權人士嚟噶嘛呢啲witch 可能都係叫做被妖魔化或者叫做有啲平權嘅意思咁嘅意味啦，類似咁嘅意思啦咁樣。但係你見到佢流年命宮咧，喺2022年咧呢個壬寅年咧，佢 exactly 就行翻呢一格嘅，即係話佢呢一年就係關於一啲巫師或者講嘅言論即係同一啲 witch wizard 有關係宗教意思有關係，即係咁樣反映翻個盤出嚟咁樣。即係話其實我哋紫微斗數盤咧原局大運流年啦每一格咧其實佢都有大量嘅 hint， 大量嘅提示性質。一啲事件嘅細節咧可以去到好細嘅甚至乎嗰
一年啊，佢講嘅一個好出名嘅言論，不斷俾人哋 call 嘅啊，即係 call 到今日嘅。咁呢一個星耀咧，其實咧係一定有反映嘅啊，喺知名度數入邊咁樣啦。咁順帶一提啊，就講一講個命宮啦嚇。咁命宮佢七殺，咁就因光嘅，因光有啲曝光嘅意思。咁你對宮有化科啦，化科亦都係發科明嘅出名嘅意思，即係又曝光又出名。咁呢個人咁啊，好容易，當然啦，係一啲叫做行頭行業入邊嘅一啲知名人士咯，啊，容易見人咯，容易曝光。咁佢亦都係個明星啦，咁樣。咁如果中意呢條片啦，咁follow我啦，或者叫做有啲咩留言啊，可以同我講嘅。